第一太平戴維斯擁有超過170年嘅房地產經驗，而我哋喺香港嘅物業管理服務亦踏入40週年。我哋一直致力引領行業嘅轉型，透過創新科技推動數碼智慧管理，為客戶帶嚟更優質高效嘅物業管理體驗，全面提升資產價值同營運效能。隨着香港樓宇嘅老化，加上政府推行嘅強制驗樓計劃，市場對相關服務需求持續上升。傳統搭棚驗樓成本高、耗時長，而且存在安全風險。因此，我哋同理光 Ricoh 合作，引入無人機檢測，結合 AI 同我哋嘅物業管理團隊多年專業嘅管理經驗，為客戶提供一站式預防及維修嘅方案。我哋嘅方案係透過可見光同埋熱能嘅影像，可以全面覆蓋樓宇嘅外牆。而維修前後嘅影像同埋對比，亦都有助客戶制定以數據為基礎嘅維修同埋保養計劃。我哋提供一站式嘅服務，涵蓋飛行前嘅規劃、現場嘅檢測、AI 影像嘅報告以及生成詳細嘅檢測報告。Ricoh 理光科技先進、專業可靠，係值得信賴嘅合作伙伴。佢哋擁有經民航處認證嘅無人機機師，同埋完善嘅安全流程同私隱保障措施，包括人面模糊等，確保檢測合規安全。佢哋同我哋嘅團隊緊密合作，由 AI 無人機檢測所得嘅報告，交由我哋嘅專業測量師團隊加以分析同認證，去為客戶提供實際嘅預防同埋維修建議，提升管理效率同樓宇安全。以前搭棚可能要搞幾個星期，而家檢測只係需要3至4個鐘就搞掂，幫佢哋節省咗90%嘅成本。熱能紅外線檢測器可以幫助佢哋提早識別一啲肉眼睇唔到嘅滲水、結構缺陷或者物料老化嘅問題。而且無人機取代咗高風險嘅工作，減少咗不必要嘅搭棚工程，唔單止保障到工程人員嘅安全，亦都大幅降低咗高空檢測嘅風險。今次合作成功，將資產數據化，令檢測變成可重複、可追溯嘅數據資產，並透過趨勢監測，推動物業管理由以往嘅被動維修轉向主動預防，同時令科技真正落地應用喺日常管理中，提升整體嘅效率同推動模式嘅轉型。展望未來，我哋希望同理光 Ricoh 進一步深化合作，將呢套技術應用嘅範圍由住宅物業逐步擴展到商業同工業項目，去應付唔同空間嘅檢測同埋巡邏嘅需求。我哋亦都會繼續探索點樣透過 Ricoh Inno AI Hub 去整合檢測影像同埋相關嘅數據，幫助物業管理人員建立一套以數據為本嘅維修同埋保養計劃。